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日福气类类》节目。基本日啦，乡亲朋友咧分享一阵吼，哇，强强会说穿介手工艺哦。咧手工艺系嘛，家咧大家等下看是啲哦。先讲有一群后生人呢，佢都当惊安样介手工艺为唔简单啊，佢哋话是都当有意思啊，所以佢哋都想做做对啲只地方呢，开了一间嘅工作室，希望做啲部安样介手工艺呢，佢流传下去，当然让父母你很好都感应下，做啲看到安样手工艺嘅讲，你系嘛嘅东西咧，顺用来帮人哋嘅裏邊提起介裏幫人嘅係玩印工作室嘅其實佢係調教吼創辦人，佢哋係公司教就係人工哦，佢是呢個偉恆幫人。大家好，我是周偉恆，我是玩印工作室創辦人。好家家咧分享佢兩位嘅裏邊社機嘅安尼講做條路嘅好伙伴哦，玉成，歡迎。嗨，大家好，我是玩印工作室，然後偉恆的伙伴，我叫玉成。玉成歡迎玉成哈。所以其實玉成認識偉恆很久了哈。認識很久，我從大學時期就跟他是同學。那這樣幾年了？我們畢業好一段時間，應該快10年了。快10年了，所以兩個人現在一起在玩印工作室一起合作，對不對？對。對哈，其實你鄉親朋友們都有發現嘛，讀 Any 福喜樂類嘅節目，你看，真心會送都給後生人哦。現在有很多的年輕人，後生年其實可能就是因為我們會開始慢慢走文創也好啦，設計也好，或是會發現哦，Any 推翻又動動失傳的一些手工藝，所以很多的年輕人反而會想要把這樣的手工藝拿回來。今天我讓大家來少改嘅，用哈維講你講一個名版印刷，其實華語有一種講法，就它是絹印，然後另外一種講法是，比如說網版印刷，對，所以當然現從要帶到動動，佢都帶到個作品哦。不過大家會問講，這是什麼東西？倆係乜嘅東西？所以什麼是絹印？先簡單介紹一下。好。那絹印呢，它其實是一種蠻傳統的手工印刷。絹顧名思義，它就是很細的絲網，那它就是利用這個絲網的孔洞，然後油墨呢從這些孔洞滲透下去，印出圖案。對，所以其實講起來好像聽起來很簡單哦。事實上，這個聊齋手工藝好像以前在中國的時候其實很流行，不能講流行，就是它是很早以前那個時候，他們在衣服上面或者是做很精緻的圖案的時候，就會用安用改手工藝。可是因為說實在的，現在科技很發達，這個手工藝是不是就慢慢失傳了？對，因為現在很多機器就可以直接噴墨在衣服上面，非常的快速方便，然後又好看。對，然後又很花俏，對，或是雷射啊，對不對？現在整個可以，所以是不是這樣的手工藝就慢慢快要沒有了？因為其實絹印它有一些限制，我們一次刷是一個顏色，所以如果你要很多顏色，色彩豐富，就必須要一個版一個版的做印刷，那這個相當的費工，對。所以鄉親朋友可能等下就會想說，到底講了這麼多，什麼是絹印？哈，我們現在現場有很多的作品，我們先讓大家看一幅作品，這樣再回來慢慢的小改，大概是什麼東西？哈，對，其實像這個是你今天帶來的作品，對不對？這個，對。好，這個可不可以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這個是什麼東西？對，這是一個餐墊，這是餐墊，對，它其實就是可以放上筷子、湯匙，然後你的碗盤可以放在上面。這個其實不是我直接自己印刷出來，是在市集活動的時候，讓小朋友去就是 DIY， 他選擇他喜歡的圖案，然後他用他自己想要的顏色，跟印在他想要的位置，所以算是小朋友創作出來的一個作品。那我可以說，你印在這上面的圖案，要看到有這麼多可愛的圖案，雖然是小朋友的 DIY， 但是這算是絹印的一種嗎？還是？對，是。就是我先把圖案設計好在板上面，是。然後現場其實有蠻多圖案跟文字，可以讓現場的民眾，就是要來體驗的人，可以他自己自由的選擇。是，所以這是其中一個作品嘛，對不對？所以其實玩印工作室下的作品很多，對不對？好，所以玉成也是。在工作室裡面負責的部分是哪一個部分？現在負責的部分事實上跟偉恆相同啦，那就是基本上就是也是有幫忙畫圖啊，然後或者是有活動課程的舉行啊，或者是課程的討論。那我們主要是會以 DIY 的活動或者是外部的活動的接洽為主。那還有一些其他的印製的訂單，或者是學校班服啊，或者是
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旗子啊。哦，旗子，对，旗子，所以像后面这一幅是不是？对，像台卡走的孔头后面这一幅作品哈，它比较大块，然后它是它看起来感觉像是蓝染，但是它是蓝染吗？它是染过后，然后我们再用捐印的方式把它印上去，所以算是一种结合。所以这也算是你们工作室现在有的作品，对不对？对哈，兄弟朋友走的看到啊，是俩看到俩得蓝色的布，其实它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也是整个出自于整个工作室的作品。然后先用蓝染的方式，然后再用捐印的方式把字印上去。对，我们主要是帮他做印刷那个文字跟这个图样的部分是对，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对，然后我们是刻制一个还蛮大的大板，然后用双手的方式去把它刷，所以作品真的很多，作品景系非松动，刚才走在孔头像是小朋友的 DIY， 像这个是袋子，对不对？这个也是你们的一个作品，对，这很受欢迎哦。对，因为算是都是日常生活的用品，常常可以用得到。所以大家是会问哦，哇，了解后上音哦，就是说，记得大家用用改用板改印刷，记得自己改想法还嘛改。从你黑马改然后把它这个落实在自己的作品上面。那么，其实说实在的，联合改扣机动法来印刷已经是很普遍的东西了。可是呢，他们希望能够保留按用改传统改手工艺。所以用前面有联合走该熊片款都会动豆，就是在他们工作室里面不同的像一些作品，像这个也是工作室的作品，对，然后上面都会有很漂亮的图案哈。都自己设计，大部分都是蛮简单的一些线条或者色块。因为我们其实我跟玉成本身不是设计科系的，我们都是其实是工程师啊，然后是工程师转行，是不是？对，我们是在主科就是上班，然后我自己是工作了大概5年多左右，然后因为环境那时候我都在上夜班比较多，对，就是有在思考，快到30岁了，然后人生接下来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快30岁就想了这么深远了，是不是？年龄越靠近30，越有感觉。对，因为觉得那个上夜班可能体力就开始下降，然后这个环境非常的快速，但它不是我想要或者喜欢的生活。对，就是说，走谁走到上去水改世界，可能千呀传到异道吼，走主科送拜。如果熊是开始，后生怎么开始思考讲，你还没你继续熊的狗改胜败，所以就回来做传承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这样的手工艺，对不对？不过到两片台架是为上到记得个作品从家下台架看到的好简单，改胜败地图用得到的。不过了解和尚都有意思哦，他们会结合客家元素哎，所以你们作品里面有客家元素。有对，比如什么？像这个看到的这个这个图，对，上面这个是写说，我从金嗡嗡，刮不记像隆隆熊，田中把公生一豆，就是我们工作室附近其实都是田，是在竹北的东海里，对，竹北看起来是很热闹，但我们是在比较偏靠近琼林那一块，大部分都还是田。以前竹北就是那个以前那边是竹北的米仓，对。那现在还是有很多农夫在那边种田。是，所以这就是你的客家元素，很有趣哈。兄弟朋友，他这个其实是3行诗，对不对？然后3行诗是特别邀请了一个，这是去拜访这个关西的那个红茶公司的董事长，他叫罗庆士。罗董事长哈，罗董事长你好哈。因为他退休之后有住在美国，那他回台湾之后啊，发现台湾人讲客家，就是客家人，台湾的客家人讲客家话的变少了，然后他觉得应该要在平常日常生活就常常来说一些客家话，所以他就在树下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就集思广益说，那我们用一些常用的客家话语，然后来做成一些简单的诗，让大家可以朗朗上口，对客家会比较熟悉。对，但是我觉得他的文采也很好，他才有办法写出这样3行诗。你说嘿，来凑斗台书哈，凑贵哈就也写不出3行诗，对不对？不过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他结合的客家元素，上戏也安用讲，你要结合的客家元素，台尬不用图腾，用凸俩片事情，可是你不一定要图。其实客家的文字、客家的诗也是，像这个袋子上面就有也是有3行诗，所以一样是那个罗老板提的。对，我们就是简单的用搭配他的文字，然后再设计一些简单的小图案。对，像这个诗我就好喜欢哦哈。他说：“我孙改台书，年年落日有发顺，年年景台有景台。”
对，所以它旁边台高乡亲朋友走的看到俩天时改秃哦，石头基顺流走的看到一棵小树，其实是大树的意思。所以他讲的是我孙改台树家里旁边的大树哦，每一年都落芽又发芽，一段的生生不息，然后但是它是越来越大，所以这就是三行诗。玉成不是客家人，对不对？对，我不是。那你现在读这三行诗，可以体会这种故中含义，有意境还是可以体会到，因为毕竟过程都有参与到，过程都有参与，对不对？像刚才伟和念的这个也是“某船景蒙蒙哦，刮某机上隆隆雄，天纵改八公生一斗”。我想。乡亲朋友躺到安永改三行诗是很有感觉的。也许年轻人像玉成就会说，哦，我可以体会那个意境。但是俺熊洞豆改乡亲朋友多填写疫情给乡亲朋友躺到安永改上，他会很有感觉，因为他是他们的记忆。很多老人家的记忆，老人家他当时割到的记忆，对不对？狗包给隆隆熊，对。然后这边呢，天纵改八公改生一斗，乡亲朋友可以作品动动，我们可能作品用音走，大家聊下，等下来告你哦。客家的吉酱跟那个福菜刚好2罐，然后就是直接装在这个袋子里，然后那时候就设计一个简单的文字跟图案。简单就看得出特色，也係客家嘅福台，係做關係風茶公司頭家寫嘅三行詩。無數嘅台數，年年落入就發水，年年建台就建台，未見地推個行。他們就在想說要怎麼推廣客家，然後他就想到有點像日本的俳句。短短的句子，但是很簡單，而且要很生活化。然後那時候他們就輪流來想這個三行詩。你只看出啲重點，也係做為很解風格，兩條都係幾種手工明白人所做出來嘅，對大個嘅設計圖做出來，爆棚起家做。我們在做這個稿的時候，一定是要轉成黑白，所以不會看到那個彩色的。老設計好嘅圖展出來，就兩啲明白紅，掛住青咁公字落去。這邊就是一定要塗布要平均，速度跟那個角度比較重要，就是它一口氣一致到底，中間沒有停頓，然後兩面平均的上。看起來從一簡單，紅門雪彩東多，條盤條鋪都做唔得，刮手起嚟，營養皮老機吹走來。所以還有一滴水出走唔上。它乾的時候，其實顏色會慢慢變化，所以可以看得出它哪些地方乾了，哪些還沒。吹走嘅明白老土狗從下拿來參工，最尾作為上模是看臉譜。因為它的網子跟它的黑稿沒有完全密合，所以要用重物壓，讓它光線不會從縫隙裡面照進去。然後接下來就是要計時。時間我算到嘟好，長夾長久都做唔得。因為感光劑它只要照到光啊，它就會硬化，它就會吃在這個網子上，水就會沖不掉。所以利用這個特性，我們會做黑稿，就是圖案的部分。圖案的部分做成黑稿，它就可以有效的遮擋那個光。耶，好，乡亲朋友，大家看到该短片，其实讲的就是在工作室里面工作的状态，对不对？其实大家看到该那张片又好了解的吗？就是安用改手工艺，然后安用改那个明版改影衰，安用改东西，真的不像一般的机器印的。刚才在看影片的时候，还问2位跟我说，那观众朋友一半你卖东西的时候一口就说，就机器印的啊。他说，对啦，看起来除非印的很厚。对不对？除非印得很厚。对，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让大家自己动手来刷，是这样比较可以感受到哦，这是自己手工的，有一种温度在上面。对，所以我们大家讲说，现在就很讲究手感温度嘛。可是我只是想强调，就是说为什么要多多鼓励跟支持安永改手工艺？因为我们也担心这样手工艺会越来越没有人使用。可是因为真的是因为科技太发达，有时候作品光看作品表面看起来好像。那个价值感没有这么充足，对，因为会觉得好像是
现代科技印刷。对，因为太方便快速，反而让人觉得这个价值感没有那么高。对，所以要自己动手来做了，是，所以会比较珍惜。真的，而且价值不一样，当然价钱也会不一样。不过乡亲朋友记得非常的荣幸哦，今本日记得有带来细细个讲题哦，都大家来说简单的讲一下，大家讲哇，你还会摸体个手工艺，到底你还嘛个手工艺呢？所以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来简单示范一下？好，那我现在就简单示范。对，我用这个就是绢板，我们绢印要用的这个木框跟网，所以那是一个网子，对不对？对，它中间就是网子，透明的地方就是镂空的地方，所以颜料就会从这个透明的地方渗透下去。对，好有趣哦。所以网板印刷的意思就是它这个就像是一个网状有镂空的一个板子，所以颜色会透过这个网子的洞渗进去。对，我这样解说可以哈？可以哈。对，那我就实际来操作一次给大家看。是。那我们现在要印在这个袋子算是半成品，它上面是写冻酱，就是很漂亮的意思。对，你客家话有进步哦。对，就是简单的客家话还可以。小时候是跟着阿婆一起住了，只是长大之后，对，就是念书以后就。现在年轻人很有趣哦，客家话都忘记，可是都会记得阿婆，对，叫阿婆阿公就会讲这样。好，这是一个双肩背的小袋子，对，它是一个束口袋。那是我要把这个桐花，对，这个是一个桐花的轮廓，然后它有桐花的色块，对，我们就把它印在大概这个位置好了。好啊，我们就直接做重叠上去，重叠就压在那个橘的上面。对，因为手工印刷的好处就是它的自由度非常高，对，你可以调整它的角度。然后颜色你也可以很自由的选择，不管好不好看，但它独一无二。对，因为你印出来就不会有人跟它重复。是，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做？我们要选颜料，对不对？对，首先我们把这个要平放在平面的地方。是。对，然后印的位置呢，选择好后，我们就选择我们要的颜色。好。那我们今天印这个枫色。枫色嘅客家粉不会讲哦，哈，枫色。把它拿出来，对，我们把颜料挖出来，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蛮紧张的，因为像这，对。不过这个我们天天都在印啦，所以还算蛮熟练的。对，我们现在把油墨呢放在这个刮刀上面。是，所以刮刀上面现在乡亲朋友就会看到哦，是黑尾痕料做个枫色改颜料。对，刮刀。首先现在我要印了，就是把木框这边要压紧。不能让它移动。好的。对，然后来哦，慢慢来。45度角。45度角，细心从图案的上面往下刷。哦，对，我们大概刷2次左右。刚才那个白白的桐花，现在看得出来有红色在上面。好。啊哈。对，那现在油墨呢就已经渗透过去了。你确定它已经渗透过去了？我们来看一下。哇！对，它就刷出来了。哎，很漂亮哎。哎呦，这样就算是一个简单的。体验印刷是哎，比我想象中的好看很多哎！对不起，我刚才来不安逸哈，来，哇，用心朋友就是盖亚基德那聊他腿改世界，我还在想说这个地方印上一个红色桐花会好看吗？哎，真的是好看的耶，整个袋子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大家讲的绢印，对不对？对，可以给它很多层次，一层一层往上叠，所以你还可以再一层一层往上叠，可以，因为这个绢印的好处就是。板开了以后，它可以一直做重复。哦，对，是这个样子，没有错。所以说，其实为什么用亲朋友讲，这可以几架同时了几架走，因为你喜欢用阴影是用阴影，突然从几架都会显色。可是你刚刚讲了，板开了就可以一直印，对不对？对。但是玩印工作室其实是客制化的作品比较多，而且是小量生产，对不对？对，每一个都是我们自己，我跟玉成手工印刷。是，那所以你们那边的客制化选择，应该有很多不同的客制化的作品或故事吧？有吗？哦，有，像我旁边看到这个是一个手绢，来，我们来拿一下。对，原本这是手绢，对不对？对，我原本接到这个单的时候，他是说他是要当做婚礼小物，然后我是想说，哦，蛮用心的这个新娘，说特别要印这个手绢，一般人可能不会这么用心。但是后来我听到他的故事，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手绢不简单。哦，怎么说？怎么说？来讲一下。这个女生呢，她是要嫁到那个撒哈拉沙漠，她有一个男生，他对，所以我是觉得哦，还蛮浪漫的。是，对。那边因为都是沙漠，所以土地蛮贫瘠的。他们想要就是用这个婚礼来做一点像社会企业的概念，可以
就是别人来参加婚礼都会给一些那个红包嘛，对不对？但红包它其实如果只是自己收下来，它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他是希望透过这个手捐，然后增加大家这个红包的费用，然后他一部分会捐给当地的那个农民使用，去种一些棕榈树，所以其实是有等于像公益回馈的那种感觉，它其实是回馈到他们当地那边的需求，对，因为他们当地的生活其实蛮贫瘠的，那这个像它每一个图案都有它的这个这个故事在，像这个是棕榈树。是对，因为那这个图案是你帮他设计的吗？这是他们设计，然后我再帮他转成捐印这样子，对，然后再做印刷出来。所以你等于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样板，然后帮他印很多这样的手绢，让他在婚礼上面做婚礼小物这样子。是，那做完之后新娘新郎满意吗？有，他们还在沙漠拍了蛮多的宣传照。真的，你今天应该要把沙漠的宣传照带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哇，很棒哎，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婚礼小物，等于是也非常的有创意，然后也跟一般人的婚礼小物不一样。对，好，所以用新朋友哈，走你讲记得工作室走出来的作品，其实是进对你改细 Q 係嘛改去走诶，还有嘛个东西做得到大家的分享，大家聊下，等下就怎么。因为当凤仪走在绕墙头玩音工作室哈，伟恒还有玉成雷罗李亚平老大家的分享，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都不简单啊！第六讲上洗手改世界只读该熊哈，哇，人生要做什么？可是看起来还好年轻，可是现在经营这样的小小工作室，其实越来越有成了哈。不过台家是被熊改，安永改和尚应该用心走买回做这样的工作室，好像其实也是跟爸爸妈妈有关，是不是？还是跟家里的亲戚有关？跟家里亲戚有关，是家里以前。他们我妈妈那边亲戚啊，就是一窝蜂都在做这个，因为其实当时的这种算是家庭代工，还蛮盛行的。是，对，只是后来因为机器的发达，科技的发达，然后手工的东西慢慢都被机器取代了，所以现在只剩我舅舅还在做。对，所以爸爸妈妈没做了。对，就是大家都转职了，或是去上班了。是，然后剩舅舅做，但舅舅的心情肯定跟你不一样。平时让你摸舅舅就是一个想说，他这么多年的生意，他就要继续去执行，而且他可能是一种量产的产品或什么，但是你就想说去接手，或是去合作，是不是？对，因为他的口碑其实蛮好，他也做了30几年，就是每天其实都有蛮多订单可以做印制。刚开始我跟他学了之后，我也是先从做订单开始，但是开始在想说我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因为这块订单跟我舅舅其实是重复的，对，所以我就开始往教学，然后往分享捐印这一块的方向去走。对，所以你就想说，一样是这样做，可是你加了不一样的元素进去，有教学啦，有客制化的产品，有创意在里面。舅舅有没有很开心？对啊，他就是觉得蛮惊艳的，就是觉得哇，这可以做出这种不同的东西。对，你想想看啊，以舅舅来说，他可能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情，可是因为伟恒的加入，所以让整个在产业上面会有不同的亮点。对不对？哈，所以其实那台大走的看到东都给小朋友都在教学的一些作品，因为听说你们还有去新竹市集，是不是？去市集那边做很多的课程，玉成这边可以来介绍一下吗？去新竹市集的话，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还有一个13好市集在地的那个农产品的那个活动。那是因缘际会的话，然后伟恒就加入了他们，他在固定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合作，然后常常会配合他们，因为是农产品的物品嘛，所以我们就会设计一些跟农产品相关的图案，然后在市集上面去做展现。那除了说在地的13好市集的话，我们会固定在各地看像是哪边？因为我们到处跑，因为我们希望把捐印这个东西从工厂带到户外，让大家可以做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常常台北啊、苗栗啊，甚至到台中、高雄，我们都有到处在
跑活动，对，就在现场让大家学习这个，对，就是让大家自己可以体验到捐印原来是这个是，所以当时这样子创业开始，一直到做到这边，玉成为什么会？他是工程师，玉成是吗？我也是工程师啊，所以就2个工程师，你愿意加入是不是？那时候为什么会突然就加入了？加入原因我刚刚有讲到，我跟伟恒是大学同学，对，那我们也是一起都是在社团，大学一起玩社团的好伙伴，对，那我们的社团主要事实上是跟人做互动，那我在工程师，在园区当工程师，跟他一样也是5年，只是我比较晚踏入工程师的行列。对。那在这5年的过程中，事实上伟恒在做印刷的部分的时候，他开始做是大概2年前，2年半前开始做。那我们都是陆陆续续有参与他的活动，然后去跟人家接触。那刚刚他讲到，他是说会希望多一些 DIY 啊，跟人的互动。他在这一部分实际上是蛮吸引到我，因为在工程师的生活里面，事实上就是面对着荧幕啊，看着键盘啊，然后看着报表啊。事实上，久而久之你会觉得生活有点乏味。然后也是跟他一样，30岁要思考是不是未来的10年、20年是不是要过这样的生活。对。然后后来在因缘机会，他在工作上也是慢慢有一些成果，然后也是需要人力的帮忙，那他就正式有跟我讨论说，是不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因为我们过去合作的模式跟我们的个性，实际上很多方面都蛮雷同的。那我们就是讨论一起。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跟不跟父母2改合上年哦，其实他们2个年轻人看起来有点紧张哦，因为这些紧张，而且看起来又像猥秀哦，很害羞的样子。就是还是可以有那种就是学理工背景出身的工程师的那种气息在这2位的身上哦。不过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可爱的地方是他们很快就受到启发了。什么启发呢？就是要跟人有很多的互动，不是只有跟机器或是电脑荧幕互动。对，所以他们我觉得很勇敢呢。一般来说是这样子，就是我是工程师，我越是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但是他们说我要出来跟人互动，所以挑了一个安勇改共奏改缝隙走在老鹰互动，对。可是所以对大家来说，那是整个另外一个启发跟另外一个开始。对，我们2个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愿景，也是工作室愿景。我们希望就是捐印它可能算是我们一个工具啊。对。我们希望透过捐印，然后因为台湾其实步调非常的快速，然后我们是希望可以舒缓这些紧张或者是压力，带给人一种疗愈的感觉，就是把捐印透过捐印这种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对，真的，你自己在手动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也是你稍微可以沉浸的一个时刻。有时候你的脑子动得很快很快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走安改狗仓地图，你可以真的完全的专注。特别给用进朋友黑工走农谁改时节，在务农的时候是很辛苦，是一个劳力密集的一个工作。可是事实上你在很专注做一件事情，他们回到家里有没有夕阳西下，然后洗个澡，然后吃个晚餐，他们其实觉得很累。身体很累，可是那个整个身心灵是放松的，对。但现代人反而不是，你回到家那个脑子停不下来，对，所以很需要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说出疗愈这样子。可是其实工作室也蛮辛苦，对不对？因为你们是小量经营。不过可以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或是想要做的事情，会觉得还蛮踏实的。对，还蛮踏实。所以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目前最辛苦的地方有玉成加入之后就没那么辛苦。不过我加入之后有新的辛苦啊。加入之后有新的辛苦。因为我本身是住在城市对啊，因为刚刚有讲到伟恒的地方，工作室是在农田中间嘛，事实上生态非常丰富。是要适应花了蛮多时间，但是每天晚上都会看到新的不一样的那个昆虫，好可爱哦！所以玉成真的是一个都市小孩，有没有？然后到竹北住在田中央，他就觉得要适应，对不对？对，所以未来有什么计划吗？未来计划，我们目前是有一台箱型车，我们打算要用这台。这个就是小货车，当做我们的社会企业的出发点，带着它就是一台行动捐印车，可能可以上山或者是去比较偏乡的地方，把捐印带给大家。对。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做事情真的很不容易耶。大家有像你走时间，记得不光係做嘛，个洗铁路然后抬铁路然后，记得都会绕大家个下浮体呀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社会企业的一个概念，就是利用一种这样的商业的一个手法、商业的一个行为模式，但在这个行为模式的背后，除了赚一点点小钱之外，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过程把钱回馈给社会。所以玉成也是一起跟他，你们这样的一个行动捐印车是谁的一个 idea？谁的想法？刚好是我姑姑有算是
他有多的一台老旧的车啦，啊，好可爱哦！所以刚好是因缘际会得到那台他的赞助，所以姑姑送给你们，算赞助，对，对，所以我们就一起讨论，然后觉得这个方向还不错，我们就一起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对，所以你们会希望那个捐印车要怎么样？你们就是开到山区各个角落里面，然后把作品都带着 DIY 的工具都带着，对，是这个意思吗？里面可能会有点小改造，比如说外面的烤漆，然后内装啊，就是可以进去在里面做一个体验。对，所以现在资金上面不会有困难哦，感觉让家里这样给你很大的资金赞助，还在努力中，还在努力中。所以现在工作室有可能会，因为现在是你跟玉成2个人先，是不是？然后慢慢有可能会越来越扩大，对不对？现在平常假日我们活动多的时候，会找一些也是认识的好朋友来当工读生。是因为刚才看到相片的时候有蛮多小朋友的，我刚好看到一张相片是很多小朋友跟你们一起合照。对，所以那也就是你们在这个新竹市集或是到处去的那个 DIY 的一些小朋友的活动，对，会接触到很多不认识的人，然后各个年龄层其实都有。对，像等下兄弟没有看到改相片，就是这张照片，就我看到好多的小朋友跟你们一起拍照，而且那看起来就是在一个比较乡村的地方。哦，那也是竹北，那个是在新瓦屋。新瓦屋。对，里面其实常常会有一些活动，然后市集这样。对，所以有等于是那边有一些大草坪，所以等于是不用2改时间走对很多信啊不改片，就是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不是？对哈，所以其实这样小朋友，其实你看到小朋友这样也是可以给你们蛮多直接或间接的回馈，你们也觉得很值得哈。不容易耶，你好像玉成很有感觉这样子。因为我们以前学生时代实际上就是社团的对象就是小朋友，所以实际上我们从小朋友身上或多或少都学到蛮多东西的。对，太棒了，这边就蛮有感觉。是，所以乡亲朋友2改上映系类似竹北记得改玩印工作室，希望做得让你传统改名版改印刷，安样改手工艺做得创新下去，不很好都改你看到某样改东西。今天非常谢谢伟恒，也非常谢谢玉成，谢谢。好，乡亲朋友聊下，等下天天欣赏在做认同的哦。